如果你有聽上一課 The Personal MBA，你會知道一件事情，就係世界上生意咧，其實只係得5件事情嘅啫，就係價值啦、行銷、銷售、交付同埋財務。而上一堂咧，我哋講到咧，用商業生存溫度計咧，幫你測咗一個好殘酷嘅事實，就好多生意其實唔係冇客，唔係冇產品，唔係冇市場，而係冇系統。咁今日呢一課我哋就講啦，The E-Myth Revisit。其實就承接住上一課，幫你解答一條最痛嘅問題，就係如果冇系統，最後會點呢？答案係你最後會變成一個冇得放假啦、冇自由、冇安全感嘅終身打工仔老闆。如果我而家問你一條問題，假如你今日唔返工，你盤生意會點呢？你會點答啊？你會話照常運作，定係即刻會亂晒呢？如果你心裏面嘅答案係第二個，我諗你真係要認真聽呢一課啦。因為就 E-Myth Revisit 呢本書正正就係寫俾你嘅。E-Myth 其實就係創業最大嘅錯覺。E-Myth 嘅全名係 Entrepreneurial Myth， 意思就係創業迷思。咁呢個迷思係乜嘢？咪就係只要你技術夠好，你就可以做老闆呢一個概念咯。例如你煮嘢好好食，好啦，你開餐廳啦；你教書好叻，不如你開補習社啦；你設計咁靚，不如開設計公司；你剪片勁啊，不如開設計公司啦。聽落好似好合理，但係 E-Myth 就係話呢個念頭正正係大部分生意失敗嘅起點，因為技術人員啊根本就唔等於企業家。你識做唔代表你識營運，你叻執行唔代表你叻設計系統。結果就係你將自己由一個打工仔變成做晒所有嘢嘅打工仔。香港咧就係會有咁嘅情況啦，我見過太多呢個例子啦。廚師開餐廳，結果日日困喺廚房；補習老師開中心，結果日日上堂同埋做行政；攝影師開 studio， 結果日夜剪片同埋追數。開頭以為係自由啦，結果比打工更加冇自由。原因好簡單，你開咗一盤只可以靠你嘅生意，你明未啊？書裏邊講到有3個角色，你困喺邊一個呢？嗰3個角色咧係講一盤生意裏邊咧，主要有3個人噶。第一就係企業家，第2經理，第3係技術人員。你覺得最重要係邊一個呢？好多人咧其實咧都係從技術人員開始做起噶。技術人員就梗係做嘢嗰個啦，例如煮嘢啦、教書啦、寫曲啦、剪片，呢個角色咧係最熟悉，因為你一開始就係靠佢起家。問題係如果你永遠都停留喺呢一格，你永遠走唔出嚟。第2咧就係經理，經理做乜嘅咧？佢係負責安排人手、處理問題、救火。好多老闆咧都可以升呢到呢一步噶，但係跟住就停咗啦。結果就係你就由做嘢變成日日救火。第3就企業家，企業家咧其實唔係做嘢噶，佢唔係救火，佢做咩？就係設計一套生意運作系統，包括寫流程啦、制定標準、寫結構同埋制度。但現實係90%嘅老闆咧，一世都去唔到呢一格噶。好啦，咁我哋嚟到呢個致命問題啦，就係假如今日你走開1個月，咁你盤生意會點？The E-Myth 咧有一條問題，我覺得所有老闆咧都要咁樣答：究竟離開呢1個月，你盤生意會係點樣？如果答案係生意停、客戶流失、品質暴跌，咁你要接受一個現實，你唔係營運緊一盤生意，你只係俾一盤生意困住咗。於是好多中小企嘅老闆咧，佢哋唔敢請假、唔敢病、唔敢離開香港，因為佢哋一走盤生意就會混亂。呢個唔係責任感嘅問題，係冇系統嘅問題。所以呢本書跟住就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出路係由做嘢轉向設計。書裏邊咧有一句核心嘅說話噶，就係唔好為你嘅生意咧去工作，要係為你嘅生意去設計一套系統。聽到好似好抽象，但係我用香港人聽得明嘅方法講俾你聽。你唔好成日問點樣可以做得好，你要問點樣令普通人都可以做到80%好。例如茶餐廳同連鎖店，一間茶餐廳靠師傅手勢好食，但係好難複製。但一間連鎖店好似麥當勞啊、大家樂啊、大快活，佢靠嘅咧係標準嘅流程，所以佢哋穩定，亦都可以放大，即係話可以做多幾間，亦都好容易跟到。The E-Myth 咧就主張生意係要設計成到，即使係普通人都可以穩定咁做到交付，咁你先可以維持穩定嘅收入來源。
而最尾記住，系統並唔係冷血，而係善良。好多人咧都好抗拒系統嘅，因為覺得咧好冇人情味啦，好死板啦，冇彈性啦。不過書裏面講得好清楚，冇系統其實先係最殘忍，亦都係對你自己最殘忍。因為如果靠心情嘅話咧，會帶嚟唔穩定嘅結果；靠經驗嘅話咧，好難複製，冇咗嗰個人，根本你就做唔到。如果淨係靠你去撐住嘅話，其實全部人都會好攰。而系統係要嚟保護員工、穩定品質、減少錯誤㗎。所以今日其實由你抽身有3個實際嘅行動俾你。如果你而家係老闆或者打算創業，你可以由呢3步開始。第一，記錄你每日所做嘅事情。你要問自己，呢一樣嘢係咪一定要我做？如果唔一定，你就要諗究竟點樣可以變成流程。第二就係將做好咗嘅嘢寫成 SOP。如果你唔寫低，就永遠教唔到人。所以 SOP 其實唔需要完美嘅，只係要普通人跟住做，唔會出大錯就得啦。第三，每個星期抽1個鐘唔做嘢，淨係諗咧究竟點樣可以減低咧生意對我嘅依賴。而呢個鐘你真係唔好睇少，其實係你最重要嘅工作。呢個鐘你唔做嘢，但係你就要睇下究竟邊一啲位置其實對你嘅依賴好重，你就喺呢個位就要去改善啦。好啦，記唔記得第3課咧？我哋講到生意最大風險，其實好多時唔係市場，而係現金流。第4課我哋講到生意世界裏邊其實有5大組合，最容易崩潰嘅咧，其實就係交付嘅課程，即係你交唔到穩定嘅嘢。而今堂我哋加多一樣，就係生意最大風險其實係你自己，因為你一病就冇銷售，交付就混亂，決策就慢咗啦。而系統就係幫你咧，將你本人由風險變成資產。所以如果今課你只係記得一句，你唔係要變得更努力，你係要變得更加唔需要你。呢句說話咧會陪你好耐㗎。我為咗今日呢一課準備咗一個實戰嘅工具，就係 E-Myth 老闆醒覺嘅檢查表，幫你用5分鐘去測下，究竟你而家係老闆定係被困住嘅超級員工。你可以喺留言裏面打低 E-Myth， 我就會 send 俾你。下一課我哋會進入一個題目叫做22條行銷不變嘅法則，教你點樣唔係靠運氣，令到市場可以記得你。如果你今課覺得有用嘅話，記住 follow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你而家學緊嘅嘢唔係成功學，而係一套可以同你行10年嘅商業系統。我哋下堂見啦。